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澳洲社區快訊。澳洲公平工作委員會近日宣布，將喺今年7月1日起上調全國最低工資標準，最低時薪將由24.95澳元提高到26.44澳元，增幅為4.75%。預計全澳約280萬名僱員將直接受惠。根據最新裁決，全職最低工資亦將由每週948澳元增加至1004.90澳元。符合資格嘅僱員每週可額外獲得大約57澳元收入。公平工作委員會表示，今次調整係喺考慮通脹、生活成本同埋企業負擔等因素後作出嘅決定。此前，工會要求加薪6%，而商界則主張加薪3.5%，最終獲批嘅4.75%被視為折中方案。分析認為，喺租金及生活開支持續上升嘅背景之下，今次加薪將為低收入家庭帶嚟一定舒緩，但亦有商界人士擔憂，薪資成本上升可能進一步增加企業經營壓力。澳洲退休金制度即將迎嚟重大改變，從今年7月1日起，全澳僱主喺發放薪資時必須同步為員工繳納退休金，結束過去按季度繳納嘅安排。新制度被稱為 Payday Super， 未來退休金須喺發薪後7日內存入員工退休金帳戶，並同步向澳洲稅務局申報，以提高透明度及減少欠繳情況。澳洲稅務局數據顯示，目前全澳仍有約60億澳元退休金未能按時支付，涉及數百萬名僱員權益。當局希望透過新制度，更有效保障員工退休福利。專家指出，即使從未遇過退休金欠繳問題嘅員工，亦都能夠受惠於新安排。由於退休金能夠更早投入市場進行投資，長遠有助提升退休儲蓄金額。當局亦都提醒僱主及早完成系統調整，而員工則應定期查核退休金帳戶，確保款項按時入帳。澳洲社區快訊報導最新熱話，只要到 TVB Anywhere 或者 ACE 澳華娛樂社交平台都能夠收睇得到。歡迎大家提供任何本地資訊。我哋下次再見。